心啊！好气质，好气质，好了。啊，那个小朋友穿了这个衣服。昨天晚上他们来了的，都是放暑假了，时间跳了。这几个小朋友应该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？走吧也来了，很少这么早。脚好凉快哦，好凉快。关电了吗？线上。飘呀你呀耶，啥呀是是那片嘞，怕你呀比里把那片嘞，哟，干嘛这个啥子不你吧？啊，可是啥人老的那拉多耶，那就啥都给看不过那就你，要不你准备当中钱嘞。还有走吧，这个还有3个小朋友，这个是认识。要得，点你帮我点个1万个赞，手就做出来。别给我点1万，我管不着啊。老师来，老师这个还没到，等一下要到了啊，等一下100%要到了。这个是医生，我们叫他宋医生和急诊科的医生，好多年了，他跳化妆就跳了10多年了，在兰州还是西安了，搞完了他大学就在那边上课的那边，跳了10多年了，就穿黑衣服的那个叫宋医生，还有一个叫李，那个没看到呢，家门，他们跳了个纺线，跳得非常好。
搞忘了，我麦克风没带。哦，机背收音，麦克风在另外一个机器上面。他的话有可能跳了一半多一点点，有可能一半就走了。他要去罗马那边，他那次也是这样，是他跟我说就过来跳了之后，然后再走。这次好像跳了20多分钟左右就走了。看今天他能够坚持多久哈？因为8点钟，8点10分过来的，现在8点27、8点30，看他能够跳多久。刚刚到的，看吧，真到了。他哪有嘛？应该没看到直播。油纸，我准备把那个纸给他们，那个湿巾纸我揣了几包，包包背了几袋那个湿巾纸，等会儿看他们还有一袋还够用。你们说那个曲张错应该也要过来哦，暑假嘛，放假都有时间了，现在。这又来了一个，这又来了一位。打干地上了噻，开上了。校长教他们，慢慢教他们。过上去针，跑马车，这个是不认识的。后面那个业务不正式，那个扎西曲针。这把娃娃看到没有？这边比较开。
出头泡那个位置来了。